乡亲啊，今仔日开学咯，国小1年啊新生到学校读册头一天，这家长是比囡仔更较紧张。这个学期开始，108年度的新课纲嘛正式来就路，要训练学生学会晓活用课本的知识，袂过来读死册。拢免烦恼讲爬袂起来，透早就来啊！你看学校的铁门拢还袂开咧。暑假比较无聊，对不对？没有事可以做。你希望一直放暑假吗？放到1年。开学的头一天，学晓认家己的名，看鞋要放对。囡仔7早8早是有够欢喜，大人较紧张，赶紧替囡仔翕相。但是第一天我自己会比较怕。妈妈比小孩怕。对，我怕我自己也流眼泪的。第一个小4、小1、中班，我舍不得的是妈妈。为大人调工，将这3兄弟啊，新学期开始剃同款的头，为是将收藏的宝贝专工留给伊的囡仔。熊中是你的书包？对，我的书包。你还留着？出发！这学期开始，108新课纲嘛出发啦，小学生的电脑课改做有国考移华的学生。加看领域的动手做，像囡仔饲六角龟，就知讲六角龟上久活1年，嘛知讲这个成语下场不可语冰是什么意思？热天的虫若入手就死啊！我都含伊讲平时代志，比如讲人见识短浅，我都甲伊讲大道理。学多，欢迎来上学。农历7月鬼门关啊，小学校门开啊，真个大人期待真久啊！当然是很开心啊。等不及啊！所以你比他期待开学是吗？应该期待100倍吧。